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11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批评讲美国正就是造成香港动乱幕后上界大基的手骨。龙岩公司手下两地营业处爆出牵涉黑金诈骗的案件，一个捌做到副总经理的人士已经受压。美国加州爆出美国名仔菜有污染，害人中毒。主管机关嘛宣布，1月以内无要让这款菜销入来台湾。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香港警方封锁理工大学第12天。昨暗深更11点，学校内一个抗议的人士开记者会，宣布讲，当时还佫有20个人伫咧大学内底，要求警方唔通硬攻硬劫。不过早起8点半，警察的安全小组嘛是硬渡入去学校内，讲要处理迄内底有危险的物件。到10点迄旁，双方是也无产生啥较严重的冲突。香港理工大学被警方包围10多天了后，而且暗时总算有示威者头一届公开出现。選擇留守至今嘅人士，明顯係對警方有不信任。一個假名號做阿邦嘅示威者，昨暗半暝11點外，一個人出來開記者會，伊對香港警察昨暗尾仔6點外時陣，表示講會派人伫咧2月早起入去學校內底表達強烈嘅抗議。高調聲稱明天會進入校園，對此我哋表示極度憤怒。阿邦指出，理大校方已經真濟屆出入學校內底，證明講現場無所證嘅價值。學校內底若是有危險嘅物件，嘛會當交予消防人員來處理。警察根本就無需要入來。目前學校內底差不多夠有20人，若是警察硬要入來，因會有動作。我相信我哋校園內大概應該在即係20個人以內，因為詳細數字實在無法估計。至於你話聽日如果警方進入校園，我哋應該會有進一步嘅抗議。不過香港警察無插示威者，2月早起8點半就派安全小組甲理大校方，還有消防員做伙入去學校內底。We have two objectives today. The first one being the handling all the dangerous items such as petrol bombs or offensive weapons, etc. Second, it would be the evidence gathering procedure in relation to all the crime scenes like criminal damage, etc. But we are not trying to search any person. 香港警察強調講，唔是要特別入去抓人，不過若是真正拄到示威者，會予談判人士甲社工來處理。而且強調防暴警察無入去學校內底。不過根據香港抗議的報道，早起10點左右，有幾個防暴警員入去警方的防線以內，目前警察也閣佇咧學校內底搜證當中，無傳出衝突。記者綜合報道。來講，美國總統川普嘛表明講，要替香港人民早起親筆簽署，前陣國會打通過迄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嘛經過美國嘅總統府白宮發表聲明。中國這方面接到消息，掉卡轉地爬起來跳，批評講美國正就是造成香港動亂幕後上界大基迄個手骨。台灣時間2月早起，美國白宮連續發布2篇聲明，表示講總統川普佇咧美國時間拜三已經簽署爭議真久的香港人權甲民主法案，嘛代表法案正式變做美國法律。聲明內底，川普表示，本人簽這個法案是因為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中國還有對香港人民的敬意。頒布這個法案是希望中國甲香港的領導人甲代表會當好好解決問題，實現久長的和平甲繁榮。另外一張聲明指出，川普嘛簽禁止商業出口涵蓋軍用品予香港警方的法案，表現出對香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的支持。法案要求總統佇咧法案通過180天以內，要向適當委員會提交一份名單，列出侵害香港基本自由甲人權的名單，而且予因制裁，包括凍結因佇咧美國的資產，還有禁止得到美國簽證等等。不過香港政府了嘛對通過法案這個代誌表達強烈的反對。香港政府表示，法案用人權民主號名，不過實際上部分條文牽涉到出口管制措施，根本就無關係，嘛對香港的局勢無啥幫助。另外，中國外交部嘛發聲明指出，這件嚴重牽涉到中國內政，是美國的霸權行為。國務院港澳辦閣講，美方就是甲香港不甲亂七八糟的事主，雖講中國批駁條，不過美國真濟推上這個法案的參議員，攏真歡喜佇咧推特面頂鋪文祝福。Millions of people are standing up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I'm headed right now to the Senate floor to fight to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merica stand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s the new Berlin, and we stand with the people. 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美国即马当咧甲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最后时阵，经过5个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嘛变做国际焦点。即马美国选择甲香港徛做伙，敢会互中美关系来改变，嘛搁一届引起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讲，中国的媒体昨公布一支影片，内底翕讲自称是间谍的王立强伫咧法院接受审判，迄就是要证明讲伊正就是反炸机的贼徒。啊，甚至中国外交部佫讲，外口人所举的证据拢是白贼，因这支影片才是代志的真相。啊，毋过咱台湾绿党的人士使用电脑系统落去比拼面膜啊，所发觉影片内底迄个人和王立强，毋是讲真相像呢。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立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2万元，数额巨大。这段由中国媒体环球网提供的画面讲，2006年自称强谍的王立强，捌伫咧福建光日人民法院，因为诈骗案坐庭，最后还阁被判刑。王立强其实是一个盗票行者，未去澳洲的诈欺犯。本人法律意识淡薄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结论。希望两请对法院请处罚。不过影片互人剪做2分半的画面，而且王立强看到正面的时间真短，也互外界再一遍质疑影片是真的也假的。就中国也做出强烈的回应。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意愿，对中国发布的权威消息置若罔闻，总是热衷炮制一些漏洞百出、荒唐至极的所谓证据。谎言重复千遍，依然是谎言。影片公布了，绿党也提出2个疑点：一个是中国一般刑事案件影片未保留遮久；第二是透过腾讯 YouTube 的人面辨识系统比对，影片内面的王立强甲本人的辨识度只敢若59%，无到基本的70%，强烈怀疑影片的真实性。强盗案的风波继续，将在国安疑队，即嘛出现愈来愈多证据，抑个等待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间谍的消息满天飞，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按算伫咧明仔载立法院院会提案，直接将反渗透法送立法的审查，要拼12月中旬法案就通通过。啊，不过国民党这边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集人詹明总立委是讲，直接送立法就是硬度要破坏立法的定序。啊，尤其这部法律内底也无保障人权的条款，民进党若赶要伫咧选举进前通过这部法律，问题是会产生真济哦。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5公布反渗透法草案，民进党立委李俊毅28伫咧内政委员会主持公听会，现场支持也有反对的声音拢有。这个中国的资助跟中国的合意，然后呢要去干预我们的选举，要去进行游说，要去做政治献金，要去扰乱我们的集会游行跟社会治安，我们就这些部分进入反渗透法的规范。我们陆委会是支持这个立法但是我们尊重整个立法院这个审查的程序。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宗28搁较召开记者会，这支重大的法案无经过行政院提出版本，就要送立法，批评民进党根本是硬要让草案过关。民进党，你到底在急什么啦？你在急什么？小英的选情有这么差吗？你一定要利用反渗透法来拉抬他的选情吗？批评民进党伫咧选战要搞这个卡刀加提案，国民党团讲这根本就是政治目的。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指出，除了现行三读通过的国安5法，包括刑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等部分条文修正案等等，考虑中国即阵把手伸入来台湾的情况严重，而且情势甲较早无共款，所以认为现此时相关的法规也是有空碰。民进党人士指出，28下晡立法院长苏家全会召开调野协商，到底民进党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推杀反渗透法，就要等协商的结果出来，才有法度知影。记者阿敏真从玉水台北报道。有影，近来台湾和中国各界的交流往来拢袂少，不过一再发生讲中国迄边面惊食交流的名，实在是统战去到遐参观访问的台湾人。教育部当就已经设计出去中国参加教育交流，都要带上登记的平台。自明年2月开始，大小间学校要去中国和人交流往来进行，拢都要先入去这个系统登记带生。
号召去中国参加营队，学期中去中国研修，中小学就要向地方的教育局，大学就要向教育部报备才会当过。12月初1开始，各级学校若是以学校的名义组团去中国教育交流，一定要事先伫咧登录平台来报备。做好这个登录平台，其实是在帮助学校不要误触了这个法令法规，以及呢做好自我检视。为着避免学校违反法规，甚至是变作统战的工具，教育部强调这是好意来提醒，也毋过部分的中小学也毋知影这是啥物代志。某校长认为讲这是假做的，毋免啥物代志弄政治化。你到大陆就不见得说那个统战，很多都是属于民间交流，学校跟文化的交流。我们都是谨守在教育跟文化交流，绝对跟政治扯不上关系。实践大学校长陈正贵认为，中国对台措施加上总统大选，应该考虑到国安也有留人才。也毋过，登录进前要自我检查是毋是有牵涉政治内容，也是台湾学生去中国创业这个项目，敢有多一间学校会选有？到大陆就业、创业还有实习。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政府还是很顾虑，说我们储才禁用，那我们的青年人到大陆去了，被他们吸收了被他们融合了，或者是被他们统战了。陈正贵认为检核的内容太过宽，不如正面来讲有啥物行为会当做。目前看起来，两方的教育交流感觉更较去互限制。大学也烦恼讲，若是无细字，敢袂去互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台北市警察局互法院判决讲，就要赔偿5当前日头火学生运动去互拍着伤的民众这条案，今日是上诉的上尾日。台北市高文特市长表示讲，伊支持警察局这边上诉。一切交代司法将判决书的内容有疑问的所在，继续互法官李学清。台北地方法院前一阵针对太阳花国赔案，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要赔偿100多万，引发打击警察士气的讨论。因为28是上诉的截止日，台北市长高文哲再去出席活动，面对媒体的问，表态支持台北市警察局要上诉，强调连内政部长齐国勇都认为讲要上诉，这是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专案上诉交由司法来厘清。太阳花学院我们会上诉，主要还是针对判决书内容有疑义的部分去给他澄清的。我的态度从头到尾都一致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有时候政治事件要用法律去解决，有点 K 的，你知道吗？徐国勇也不敢讲，为什么？很简单呢、8万警察呢，你现在不上诉，警察就反弹了。上诉是尊重警察局他们争取自己相关程序上面的权利。但是如果真的有犯错，市政府不会有任何的纵容。台北市政府强调尊重市警察局上诉的权益，不过若是在执行方面有唔对的所在，市政府袂去点，将来卖修正警察执勤的程序和标准，互员警知影要做。进前认为判决结果严重打击警察士气的退休警察团体，对上诉的决定是表示支持。台北市政府的态度也很重要。他们支持的话，那这个事情就算是圆满，可以落幕。如果不圆满的话，警察还是觉得践踏警察没尊严，最后的结果是全民受伤害。若是迄当阵担任警政署长已经退休的王道军，以太阳花的官司也未煞，无方便表示意见。对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无赞成上诉这件代志，高文哲是回应讲，法律的问题嘛是回归法律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到高雄参加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管理处开幕，伊伫咧现场提起讲，为着台湾海峡的和平甲安定，到甲伊顺利连任迄当阵，都若国家主权甲安全拢会当顾全者，伊嘛会考虑要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面联络会面。高雄寿山设台湾第一座国家自然公园，总统蔡英文昨夜专工去甲牌啊，对公地案检方有调查动作，伊强调唔做评论，但若是联姻，为了两岸和平，愿意考虑蔡习会。我的用意其实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我都愿意去尝试任何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会以国家的主权跟国家的安全做代价。
蔡英文强调，只要无对不起国家的主权甲安全，伊愿意甲中国接触。不过，美国总统川普27号无顾中国的强烈反对，签署《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以及《香港保护法》。蔡英文认为对香港是有鼓励效果，香港政府应该珍惜。至少对香港的市民是一个鼓励了哈。那让他们感觉他们走在民主自由的这条路上哈，并不孤单哈。毕竟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的价值。对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依然有亲中因素，蔡英文有信心表示会继续执政，并且检讨行政甲立法制度，袂让国家机密对立法院流出去。记者嘉川、柯建准报道。咱来看国民党副总统的参选人张善政，平日歹喙伊去就参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早起伊也出面回实咧，承认讲家己有较失言。啊，民进党的杜英台主席是讲，咱台湾人救人会去大院，这是大禁区。万讲别日这款错误，国民党是唔通搁再犯咯。如果说对于苏院长或是对于他家人造成他们不舒服的话，我要说一声不好意思，我要祝他早日康复。一句歹势来向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实咧，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被亲身出面为家己失言的风波驳回，因为伊进前就参苏贞昌若是登去行政院，佮讲一寡借口倒下的话，天公伯有目睭，真紧地互伊佮登去病院大，引起各界批评。张善政解说，会安尼讲是希望苏贞昌会当甲行政院长的本分做好。我在这边再说一次不好意思，我希望他身体健康啊，绝对没有诅咒他的意思。我们人常在讲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啊，所以希望行政院长恰如其分，能够发挥他真正的这个功能。诅咒别人去住院，诅咒别人去看医生，在台湾的民间社会，这是犯大忌的事情。好，那么用这样的方式，除了表现自己慌乱之外，会跟人民脱节。张善政搁一再强调，公布就参苏贞昌，啊，不过民进党主席杜英台认为，伫台湾就参别人大院是真大禁忌，强调讲苏院长的身体会真健康，爱国民党发言用词搁较谨慎的，唔通搁犯同款的错误。另外，国防部的保防单元局的宣传相片，因为内底去互掠起来嫌犯，外形甲韩国瑜真相共，嘛去互质疑会去互想到无好的所在去。对这个代志，韩国瑜的办公室是砰砰叫。如果连国军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介入选战，其实是非常可怕，而且是非常严重。这个在国外都是非常不被允许。希望蔡英文总统可以出来针对这件事情来说话。韩定也要求国军爱面对这个问题，而且针对王立强案，也原指指控民进党操控公调的事件，对国民党来抹红，喊声国安单位爱赶紧把案件查清楚，还予韩国瑜一个公道。2020的大选开始到达时间，那列定也针对敏感的议题，继续伫咧媒体顶悬来互相呛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早起，国民党立委陈学圣伫立法院召开公听会，再三咧质问蔡英文总统的博士论文，甲伊博士学位的问题，佮要求教育部的官员都要出席去说明。啊，总统府这边是批评讲，国民党的立委将当国会的公听会当作是挖规平咧共助选的记者会咧打扮，总统府是袂对咧人参落去。国民党立委陈学圣举办卡伫违反学术伦理案件客观公正的处理原则公听会，按过规定的公听会，媒体人彭文正和台大教授何德芬再次针对蔡英文的论文甲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提出质疑。学者严正生嘛搬出一大台论文，打满五颜六色的标签，指出蔡英文的论文有444个字写唔对。有贴标签的都是有错的。那而且这个错啊，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么多钱买标签，所以我只能一页贴一个颜色。我想就很难让大家想到说这是一个得了1个半博士的学位的论文。公听会现场，阁有政大副校长、教育部国教师以及外交部拢被邀请出席说明。国民党立委要求相关单位对总统蔡英文伫咧1984年入入政大驾册的审查过程一一说明。当年我们确实是依照规定审定通过，而且有核发证书。国教师表示，当年依照规定审核，但学生是爱国教师司长伫现场指认，当年审核的是倒一个版本的证书。还是那句话，你看到是哪一份证书？是你有看过的嘛？对不对？我们这边看的是教育部当时在受理政大报过来的教师资格审定资料的影本。那个彭老师，你是放那3张给我们看，到底是哪一张？让你回忆一下。
民进党立委完全无人出席，质疑这场公听会无符合程序。这个程序还合不合法，还有待商榷。立法院当作私设行堂。民进党立委管碧玲是去家己面册批评讲，国民党伫咧立法院搬因节目抹黑，侮辱伦敦政经下遗憾政代。总统府表示，陈学成将国会公听会当作是攻击特定政治人物的竞选记者会，违背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是乌白使用国会公器。总统府未配合演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南太平洋的基里巴斯一国去互中国挖过去，逼甲咱国宣布插面断交。不过，因国内在野党当时有要提出针对总统的不信任案。外交部吴钊燮部长坦白讲，咱会斟酌观察这件代志后壁的发展。另外，同款伫南太平洋这边，咱的邦交国马绍尔国内政治的局势有上盖新的变化，值得咱详细来注意。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自南太友邦基里巴斯甲台湾的邦交发生变化，伊当阵外交部长吴钊燮开记者会，宣布甲基里巴斯断交。基里巴斯虽然甲中国恢复建交，不过代志过了2个月，基里巴斯在野镇压，想要向国会提出对总统马茂的无信任动机。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咧接受媒体专访时阵讲，会密切观察，无排除双方互交的可能性。他们的国会的议长宣布现在是强制休会，所以他们目前尚未通过这个不信任案，所以我们也在观察当中。那我想这个是昨天部长他特别提到，是会继续观察基里巴斯的一个政局的一个发展状况。另外，伫南太邦交国家马绍尔跟咱国的邦交关系也出现相当的情形。在1个月，马绍尔亲中的议员发动对总统海尼的无信任投票，表示是差1票无通过。伫10月已經舉行過總統大選，12月會公布結果。親台灣的海尼若是無法度連任，咱國家馬紹爾21年的邦交恐驚會出現變化。那目前呢，非正式的这个计票显示呢，是执政党、在野党跟新当选的3股势力呢，是席次是相当接近的。那未来的这个他们马绍尔的不同的政党的合作呢，将成为一种新的动态。台湾跟马绍尔的双边的邦交关系，并不是这一次选战的一个议题。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拢无停过。伫最近外电报道讲，巴拿马前总统瓦雷拉不收中国1.4亿美金来作为甲台湾断交的代价。对此，外交部回应，中国政府对外说出贪污腐败，听到这个消息未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局势有影每一天都变化万象。若是照联合国伫咧统计，全世界目前有超过2亿7千万的人口捌食毒。人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西班牙警方顶日就抓到欧洲第一届头一站利用畅水船来载毒品的案件。这个嫌疑犯伫咧规只畅水船内底载超过3000公斤的可卡因，市价按起来超过新台币34亿。这台用来运毒的畅水艇，2日总算用拖船拖落去西班牙北部的蓬特维德拉省的阿尔丹港。警方将毒品对舰艇内面提来，舰艇的四周边也个码头顶拢有警方的特种部队伫咧戒护。这3000公斤的毒品据可见，最后被运到海顶。虽然用畅水艇来运毒伫咧南美洲正普遍，不过用畅水艇运毒伫咧欧洲被查到也是头一遍。西班牙警方讲，23接到来自美国、葡萄牙加巴西的线报，伫西班牙北部的加西亚外海海底。发现一台长20公尺的半自动潜水艇，正可疑。西班牙当局透过海关、国家警察加民防队3单位联手，出动240人。透过画面会当看到警方的畅水人员由顶头的小舱门入去已经驶散的潜艇内底，然后用气体予伊浮出海面。警方讲，因为海象无好，所以潜艇顶头的毒贩无法度把毒品锁到另外一台船顶，所以把潜艇沉在海底，准备要放杀外地要逃走。不过，迄当阵警方发现了，当场抓到一个穿着畅水衫的厄瓜多籍的嫌犯。伫咧地时，如果抓到另外一名厄瓜多人，不过第3名毒贩即马伫咧走路。警方初步估计，这台潜艇内面有3000到3500公斤的古柯碱。伫市面的计销超过1亿欧元，换算代票是33亿7千万。CNN 报道讲，
这批毒品有可能是来自南美的哥伦比亚，当地也是生产古柯碱上多的国家。专家估计，毒贩已经建造1000台这种运毒的潜艇，不过大部分是当半浮半沉啊尔，无法度完全藏喺水底。联合国毒品问题办公室伫2019年的报告讲，全世界有2亿7千万人使用过毒品，比2009年增加30%。无论是正加所查到的毒品数量，拢创下新高，3500万人正受到毒品的折磨。伫全世界每年有超过58万人因为食毒而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抬头的生理无恶不作，运毒卖毒第一科学。全世界竟然有2亿7千万的人捌到毒品。永早卢柳仙所编的4句联，咧劝人改过自新，内底一幕一幕咧写出食毒品有偌可怜。国政嘛捌甲你开讲过，情讲适时新闻，讲若要断酒法，先眼看罪人。咱来听4句联，袂说敢若电影共款，咧讲食毒品有偌凄惨。4句联讲开把食铁来甲论，第一厉害食乌昏，无钱食了就休困，鸦片食条失青春，鸦片食条真苦痛，倒咧定定生死人，坐咧身躯咳咳汗，衫裤穿甲要生虫。实在凄惨，实在可怜。这4句联讲开把食铁，各种歹习惯做伙来甲论。第一厉害就是食乌昏，有影，若互你食到无钱就休困，鸦片食条，电视嘛咧做，都爱包绿珠啊呢。鸦片食条的失青春呢，倒咧定定是生死人，坐咧身躯就咳咳汗，衫裤就穿甲要生虫，有敢若亲像看电影无？搁来4句联，咱搁来甲听，讲无食乌昏人的瘾。倒落开喙看风天，要食身躯无半仙，无人通替咱可怜。有的一款毋正贵，食乌昏烧酒搁3顿睡，乌昏若互食够气，吹箫唱曲的大淫威。就是有影，捌着毒品有通好食的人，真正的骹松手人，吹箫唱曲的大淫威。毋过这个毋通捌啦，因为无食乌昏人的瘾到什么程度？瘾到讲倒落开喙画风天，风天啊！瘾到讲要食身躯无半仙，真正镜头一幕一幕，劝人毋通食，劝人捌着乌昏，捌着毛灰，会真凄惨。搁来4句联，咱继续来甲听。卢柳仙是在咬骗歌，讲万项啊，灰甲毛灰上尾部，看你身体偌大颗，毋免半年变人补，签甲身躯烂糊糊。食条全无小身份，会堪要防度加者军，瘾着行路死准，倒咧大开掠日本。这有影咧，一字一句讲甲明拄明，讲什么代志咧目，火甲毛灰是上尾部啦。无论讲你身体是偌大颗，毋免半年会变人补，变人补就是讲消散落吧。食条全无小身份，会堪要防度加者军，什么代志咱甲你插。都无小面底皮啊！瘾甲行路死准，倒咧大开掠日本。有影敢若伫咧看劝人毋通食毒、毋通捌毒的电影的画面无？实在讲，抬头的生理买卖毒品有人咧做，毋过世界原来有人抬头，毋是为着生理，是为着争取正义。咱来看亚洲西边的伊拉克这国，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愈假愈歹收煞，行上街路要抗议的人士。昨去到因国内南平，隔壁讲伊朗来设的领事馆门口放火烧，讲要抗议伊朗伫咧幕后扶持因的执政党，将经济甲军事的利益拢拉起来，唔放转来互人民。伊拉克反政府示威者27暗撞入去南部大城纳贾夫的伊朗领事馆，伫建筑物内面放火，无久了，规栋建筑物拢是大火冒烟。示威民众伫咧边仔看到阮袂点点，叫伊朗离开伊拉克。伫迄天早晨的时阵，领事馆人员就已经自后门撤离，并无造成伤亡。当局也随伫纳贾夫实施宵禁。伫迄天，首都巴格达甲南部大城巴斯拉等地也无平静，示威者甲桥甲主要道路拢占掉的泄露洞、小莲啊，警方当行催泪瓦斯，甚至是射真正枪支赶人。只有示威民众是向警方弹石头。
嘟嘟车伫咧北高拿街头来来回回救受伤者，一天的冲突又搁伫咧各地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总共伫10月初夜反政府抗争升级以来，全国各地至少已经有350人死亡。这场自2003年美军推翻海山政权以来上大规模的基层抗争，一开始是因为人民不满当前的一个派主导的联合政府贪腐的问题真严重，公共服务品质歹，失业问题也个经济问题拢无法度解决。示威者以无合作手段干扰经济活动，想要迫使现任政府下台，滚除贪腐的毒瘤。伫咧海山倒台了，伊朗的势力介入伊拉克，长期资助什叶派政党，控制政府机关甲资源，伫咧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扩大影响力，互民众真不满。第二大城卡巴达的伊朗领事馆，伫咧月初就已经将这攻击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专门咧送人人生上尾逝的旅途，真出名。这间龙岩公司设伫咧南区的良地营业处，打标出牵涉吸金、诈骗甲3亿的案件。高雄地检署昨审问3个捌伫良地营业处做过干部的人士，其中一个做甲副总经理的吴先生，检察官惊讲伊有串通证据的嫌疑，特别申请将伊收押了。离开高雄饲料处，3个人来到地检署侦讯，因捌伫龙岩公司南区良地营业处担任副总经理、营业处长甲分处长。按甲高雄地检署第27团反映到案，嘛去敲因大所在会计因骗钱。总可以说明一下吗？对被指控吸金有没有这个事情呢？我想这种说要进监，你讲什么用啊？面对问题，4个副总拢无讲话，按去涉嫌消灭证据和串口径，叫检方申请羁押。另外2个人，即是50万块甲20万块交保。按个检方也是认为，3个人拢有重大嫌疑。会计因伫任职期间用他位、梦园甲行政契约会当转投资，甲被害人讲，每个月会当领1成利息，计将本金退互你，拢总骗3亿。本件是投资民众向保部调查局这边来寄发检举信，那本件才正式启动调查。目前初步清查发现，至少有120余人。检方表示，受害人伫全台湾拢有，目前搁伫扩大追查，先3人以前公司干部的身份向审问，暗甲总公司是毋是有关系？检方表示，侦办中无方便回应，暗阁无排除任何可能。不哩高龙岩伫官网声明，讲受害者所讲的交易事件甲公司无关系。专案进入司法庭司，公司嘛委任专案律师处理，会协助司法机关进行侦查。记者综合报道。干那要吃唔讨趁，逐工都咧共骗，这款歹徒是愈来愈济。来讲，桃园中壢顶日嘛发生一桩诈骗的案件，就是敲电话来惊讲是后生查某囝，话讲妈妈都甲我救迄款步数。接到电话，这个60岁的人已经去到台湾银行中壢分行，准备要汇钱。加在银行的主管和保洁总队的警员会互主动，才互人骗无过手。你在家里是吗？要不然呢？啊，你没有被吓死了啦！规身躯皮皮喘，惊甲用要害。60岁杨妈妈一听到查某囝的声音，敲进查某囝平安伫咧厝里，随激动甲哭出来，嘛感谢大家斗3工，甲伊的辛苦钱补掉咧。我已经抽号码牌了，我想要汇钱了，我想要领钱了，我吓得2条腿。杨妈妈二度接到诈骗电话，听到查某囝在喊救命。电话当中，对方讲查某囝甲朋友做保，向地下钱庄借钱无行，爱伊摕钱出来处理，若无就要互伊的查某囝断骹断手。杨妈妈烦恼查某囝的安危，随去台湾银行中壢分行准备要汇钱，但是因为表情真紧张，转引起银行的主管和保持员警的关心。3个人一起，然后有人负责打电话给派出所，有人联络当事人，也就是说被害者的女儿，另外一个警员负责安抚。保持员警了解情形，发现是诈骗集团妈妈救我的诈骗手法。除了安打杨妈妈，嘛随联络伊的查某囝证明安全，最后成功将70万诈骗的汇款砸落来。用各种方式赶快跟他女儿取得联系，当下让他跟他女儿通话，他才确定说他松口气说原来才是真的是被诈骗呐。
专案送到辖区派出所，继续对查捕后的诈骗集团。报七总地表示，最近类似的诈骗案件有变较侪，嘛呼吁民众若接到任何恐吓或者是囡仔互人绑票要求爱付钱的电话，先莫紧张，敲电话求证，也是敲110报案，才袂损失财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这站嘛是有惊无险，来讲台中乌日成功岭头前的成功东路平交道，昨尾仔嘛一个负责人乌托摆骑去到遐等着他车，人啊伫咧铁轨路顶，想知影讲平交道的犯罪，迄4支弹煞放落来啊，伊是惊甲毋敢叮当，甲载火车驶过去，人是也平安。啊，警方嘛讲，若真正伫咧平交道顶撞着临急的代志，对犯罪甲冲互过，毋免惊，人甲车赶紧驶离开铁轨路，上界要紧。平交道的警报已经响起来，铁轨动嘛放落来，一名骑着乌托邦的女性技师却还阁留伫平交道内底。唔知要哪只好的技术，就一直停伫原地，袂顶袂动。这个时阵，速度60到80公里中间，南下区间车就位1公米2公尺外距离驶过去。等下铁轨动摇起来，伊才骑乌托邦来离开。惊险的画面令警方看了嘛害头。成功岭方向往台一线出来。那因为他没有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已经脱离轨道，但是还是在栅栏里面。27号暗头5点40几分，台中市乌日区成功东路成功岭前的平交道，下班的车真侪拢拆掉咧，几多台车拢无保持安全的车机停伫平交道面顶。这个时阵警报响起来，女技术已经通过2/3，就伫铁轨洞前面去互人挡落来。警方表示，这种平交道临时停车的行为已经违法，相关会用罚1.5到9万的罚金，嘛提醒，若真正拄到紧急的状况，是应行使紧急骗人权。为保持那个跟车距离，或是不慎被困住在平交道里面的时候，请尽快就是直接冲断那个遮断杆往前开。我们就是可以主张，就是类似紧急避难的时候，与其跟火车发生事故，不如就是直接撞断遮断杆。因为进前台中市乌日区的灯饰巷，才发生着平交道设施故障，造成用路人误判弄火车的事件。警方调查监视器了后，初步判定这是一件用路人违规，嘛提醒民众，若是拄到紧急的状况，人车脱离平交道区是唯一，嘛是上优先的考量。记者综合报道。临急应变真要紧，人讲一时风就驶一时阵。啊，67年前接受日本人留落来的财产，伫咧新竹成立的合组财团，顶日已经向法院申请解散。当财团手的土地、房地产甲现金按起来，计共有10亿的价值，过来拢会归属新竹市政府管理。啊，林志坚市长嘛讲，因过这个合组财团内底拢是固定人咧占位，当宣布解散，嘛是实现转型正义一款过程。这栋伫新竹市中心的合作大楼，就是这届清算的项目之一。大楼内面除了有合作财团的办公室之外，救国团嘛伫内面。根据了解，合作财团是伫1952年战后接管日治时期的财产才设立的，进前是以种树公益和种助学金为主。目前登记在内的差不多有24笔土地，申请解散了后，会由新竹市政府接管。照我们财团法人法跟相关民法还有公司法的规定，大概是要6个月内之前完成清算，大概将近有10亿啦。不过这个最后的那个资产会做最后的，大概后续会由市政府来做整个包括资产的管理。新竹市长林志坚是认为，过去合作财团拢是由特定人士来调理，即马要回归新竹市政府接管，嘛代表新竹市拍拼落实转型正义的成果。原属公有的资产重新归公哦，我觉得这个就是转型正义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哦。新竹市政府还是会加紧脚步哦，进行清算的这个动作。那把这些资产都盘整确认之后，我们以后这些公有的这个财产进入公库之后，我们做妥善的运用。这个案算被清算的内容，除了合作大楼本身，伫土地和建物方面，其中阁包括有病院和已经歇业的餐厅用地。市府估计总资产应该会超过10亿。清算点到了后，会由市府管理，发挥后续资产活化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社会要进步，就是大家拢爱为家己关心的议题出来拼。啊，地球公民基金会这个民间团体，近来一直甲行政院和立法院订正，呼吁赶紧开始修改管理开矿这款产业协和矿业法。当立法院的苏家全院长已经甲这条案安排入去院长协商的第4项议程了。
当然，这个环保团体是真肯定、真赞成。不过，伊嘛呼吁讲，代志都要做好有头有尾，才袂有讲拍无落。环保团体不断真情，一直抗议总算换来立法院，要伫今仔甲抗疫法修正草案排入下昼，特别举行的立法院院长协商的第4个议程。面对进前有执政党立委批评草案当中放加葱啊，才会造成一直无法度完成修法。款团重申，草案已经有高度的共识，欠缺的只是临门的一卡。矿业法其实也就全部加起来讨论的条数就大概也100出头而已，已经有95条是有共识的。款团指出，这届重要变革方向包括废除霸王条款，必须要资讯公开，旧的矿场必须要进行宽平，保障原住民权利等等。虽然部分条文的细节有还需要讨论，但佮加一寡力就会当完成。款团佮一届呼吁，执政党千万唔通交白卷。矿业改革的政见的落实上，我们认为是可以拿高分的嘛，就是说你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拿80、90分的，不要说因为担心无法100分，你就干脆交白卷，这样的心态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不过，款团烦恼，由院长苏家全调集的协商会到2点开始，离抗疫法进前阁有3个议程，是不是会实际讨论到，也无法度确定。记者林文丹昌回台北报道。生活的报备啊！当目前送餐人员满街路，有当地啊加减嘛，造成一寡交通的不便。当台北市政府就推出乌托邦临时停车的新政策，目前伫咧北一路中的门口口开始开放拜一甲拜五，一天有2棚时间，会用伫临时停乌托邦，一遍是袂当超过15分。我们是台北市第一个来做这样的规划啦，因为我们当初也有构想过，说就是比照汽车，然后画设一个装卸或隔位。但是因为就机车的外观，我们可能比较没办法去判断说它是不是送货或是外送的部分，所以目前我们就是以这个限时15分钟来提供这个外送业者，那他们在送餐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暂时的一个停放。台北市政府表示讲，目前乌托邦临时停车区先设伫咧北一路中、中山路中来试办。北一路遮是设点贵阳街一段有16家，逐礼拜一到礼拜五早起11点到下晡2点，佮有下晡4点到暗时7点拢有开放。一摆停15分，若超过时间嘛是会开红单。台北市政府嘛讲，临时停15分钟的价位是无分讲是要送食食，便若有需要的机车拢会当去停。啊，毋过若无伫咧开放的时间来停车，嘛是会受处分，同款是会罚。来讲美国加州逼出罗曼青菜，也有人讲叫做美国名菜，去互出血型的大肠杆菌污染着，害人中毒的事件。咱国的食品药物管理署昨嘛赶紧宣布，1月以来暂时无要阁接受美国名菜销入来国内查验的申请。另外，动物科的医师嘛警告讲，咱内还阁有食无完这款菜，等到平现实，唔通阁再煮了。在感恩节进前，美国再度爆发罗曼青菜和出血型大肠杆菌污染中毒的事件。目前已经知影讲有19个州、67例确定病例。美国疾病管制署伫前日昨晚发出安全警告。咱国卫福部食药署27月嘛宣布，为2月开始到下个月27暂停受理美国罗曼青菜输入查验申请。在边境呢是需要检附没有受污染的一个证明文件，我们才可以受理它报验。如果来自美国的一个生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的话，我们边境是不会允许它受理报验。食药署表示，美国为9月底开始，都陆续传出 O157H7 型大肠杆菌污染罗曼青菜的案例。这种大肠杆菌伊传染的方式，大部分和食食有关系，像讲食到无煮熟又搁被污染的牛肉、菜色和果子等等，临床症状包括会想要吐、出血性落瀉，严重时还会出现溶血性有毒症。甚至讲肾衰竭转死亡。台湾捌伫2001年出现过一例，像一些幼儿或老人家，或者说有一些癌症的病人在接受化疗，这种抵抗力不好的患者，特别万一吃到一些污染到O157大肠杆菌的一些生菜，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一些症状。医师提醒，厝里若是阁有美国罗曼青菜，建议等现3搁食，或者是煮熟了后才食。根据食药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今，国内总共进口罗曼青菜差不多4000吨，以美国上界多，流向大部分是果菜市场和大卖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成功大学的医学研究中心近来发明出一款无甲袂酸的药，细粒的纳米夜明珠，甲这粒珠啊注入去咱人的体内，
就会当吸伫咧蒸馏顶头，用电工落去烧，会发光超过3点钟。当然，就通好帮助医师判断体内肿瘤变化的形态。拍算5天内，这款纳米的夜明珠就会当落去进行临床的实验咯。模型被鸟鼠尾瘤的药剂就是纳米夜明珠。对鸟鼠的尾瘤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把纳米粒仔的碳碱注入去体内，佮经过电光激发，纳米粒仔就亲像夜明珠共款发光，就会当甲肿瘤看现现。最典型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稀土元素。OK， 那稀土元素受到光激发之后，它会放光。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用 X 瑞去激发它，关掉之后，那个纳米珠还会持续发光这样。那用 X 光的目的是因为 X 光可以做很深层的组织的穿透，可以照射得到这样。对研究相片顶悬会当看到3点钟以后，蓝色的部分就是肿瘤，也继续在发光。叶先生表示，纳米夜明珠是全球第一个用电光激发放光显影剂，但是电光无法度诊断肝脏。虽然电脑断层会当测到0.3公分的肿瘤，但是毋但辐射量比电光更较悬，佫需要专业人士来判断。但是纳米夜明珠会当伫侵占的肝脏组织侦测到0.2公分的肿瘤产生的信号，利用发光来了解肿瘤的位置甲大小。更容易看，电脑断层你拿到你就是你要等1个礼拜时间。等医生告诉你，那你就一般有病的人就会觉得很心急啊，我到底有没有，还要等医生判读。那我们这个不用啊，一照完之后 ，X 光关掉，你看到发光的位置就是肿瘤，对，大幅缩短时间。生态团队表示，主要的原因是纳米夜明珠是有边有角，亲像4角体的结构，会当真简单的吸伫肿瘤顶悬。目前动物实验证实，对肝脏肿瘤判读的准确度是非常悬。稍后会阁针对上歹判断的腰鞘感甲多层的肿瘤做实验，若是会当实际用伫临床顶悬，相信会当对医疗诊断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顶真拼命声，咱来讲今年17岁体操的选手丁华田，毋但已经摕到参加东京奥运比赛的资格，互咱台湾男51档佫通欢喜讲，又佫有女子体操的选手会当入去拼奥运。尤其伫咧2月，踮澳洲参加世界杯比赛时，跳出一款新变化的动作，这是全世界的选手生目睭发白白，毋捌看到的。但国际体操总会嘛宣布讲，这款动作从此就号名叫做丁华田的跳法。跳起了后，身体向后壁挺，但伫涂骹时阵，搁再细180度。17岁丁华田做这个体操动作真轻松，因为伊是全世界第一个跳出这个动作。国际体操总会也已经正式通过用伊的名来号名，以后体操动作列表顶头这个动作就叫做丁华田跳。就说，既然跳得这么好，看看转半圈，没想到，就是居然还没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丁华田跳伫体操动作困难度是低，会当摕0.4分。本来丁华田只是想要挑战变化的动作，伫今年2月世界杯澳洲墨尔本比赛时阵，第一遍跳出这个动作。裁判建议向总会申请。体操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所做的动作没有在规则里面的话，那个动作是不承认的。所以也迫不得已，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申请。其实包括阿妈王子李凯在内，有真侪台湾的体操选手，北向国际总会申请新的动作号名，拢无成功。这么丁华田成做第一位有号名动作的台湾选手，而且伊伫10届世锦赛也摕到2020年东京奥运的门票，也是台湾伫51年了，再一遍有女子体操选手进军奥运。伊讲后一步的梦想就是希望会当伫咧奥运摕牌。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伫咧化妆这道内底去互比评做奥斯卡的大奖，就是日本艺术季全国大会国际竞赛。当今年中华建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吴振莲摕到暗灰化妆这组的冠军，嘛通将迄支传较紧已经69档高档级的冠军银杯，搁再一摆压转来到咱台湾。金主新来替model化妆，今年读建国科大美容系4年的吴振安，靠家己的打拼，11月中摕到第69届日本艺术节全国大会国际竞赛晚宴化妆组的冠军。因为这座冠军的奖杯，得奖的人干会当投伫身躯边一档，当年比赛前拢必须要交登去主办单位，嘛因为安尼去用当作是彩妆界的奥斯卡。我第1年的话只有第4名，然后就觉得不甘心，然后因为打击太大，我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在这个比赛拿到这个奖杯，因为这个奖杯对彩妆选手应该都会蛮有意义的，因为
它上面有很多，就是每一届人的名字，如果是第1名，它就会挂在这个奖杯上面，然后它是传承下来。吴同学讲，因为比赛需要开真侪材料费，佮加上需要时间训练，所以佮特别对原本的日间部换去夜间部来上课。嘛因为安尼，才会当有佮较侪时间来做临时间佮练习。好佳在伊真拍拼，对国内120个选手当中赢，代表台湾出赛，嘛互伊伫咧学校最后一档的时阵得到这个冠军。整体的形象设计其实是很重要，不只是选手自己本身的形象设计，跟对于模特儿的整体的规划，因为不管是彩妆啊，还有发型，还有在礼服上面，他们全部都一手打理。结果科代表示，这个比赛已经办69届，不过冠军奖杯才第3届到咱台湾。彩妆指导老师认为，虽然日本、韩国的彩妆也是亚洲的流行趋势，不过这2档台湾已经有真侪学生伫咧国际比赛面顶得奖，表示讲台湾学生的技术甲创意并未输予日本、韩国。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住伫咧屏东潮州，是咧今年30岁青年农民王家伟，本地是咧做工程方面的工课。4年前，伊倒转去到故乡，配合政府绿色能源的政策，伫咧太阳能电棒下骹种电线缆这款花，佮运用家己上届专长的工程管理，落去安排肥料安怎落，实在是真费心情，还佮真定劲。斟酌伫检查电线缆的叶啊。少年农友王家伟本正是伫工电界服务，看到政府推动绿电政策，才决定回来故乡，和朋友同齐合作做绿能设施。当时政府刚好开放这个绿电的这个政策啊，然后家里人有想投资，但是因为下面必须要有农作，用机械去取代人力的部分，然后就是用比较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农业。王家伟一开始先试种电线缆，结果愈种愈好。伊转开始利用工程的专长，控制肥料、水分和病虫害，到达已经种30万丛的电线缆，年产量卖110万片。花卉它其实不同于水果，其实它的市场机制比较公平。要种电线缆，土壤和肥料管理拢真重要。王家伟强调，屏东有真侪农业资源和资讯，若有唔捌的所在，就会去请教农改场。也会参加一些青农的社团，然后他们会去教导我，就是如何正确的是使用肥料跟农药这一块。台湾的电线缆都是岛内销售，目标是希望种品质再高一点的电线缆，然后再送往日本。目前王家伟种的电线缆主要是送去国内的花市拍卖，伊希望能力会使种出愈侪高品质的花材，有机会通外销。互国际看到台湾种花的实力，嘛毋望这款农电共存的环境会当继续维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婚林，为着要婚林在地景致和在地人的故事，更较侪人知咧。婚林县政府举办公用冰岛影片的选拔，今年摕到冠军这支婚林的乌鱼子讨海人的嫁妆这支影片，是用画图配合镜头落去翕。讲出国内连续7年摕到冠军的乌鱼子，安怎样制作、安怎样传承的故事，咱嘛来看卖。金丝乌鱼子在咧进行饲养作业，现在来到北港老厝社区，定会当看到安尼场景。北徛国联7连霸乌鱼子冠军的蔡碧聪就讲，伊在考学考了带大汉，自细汉就甲爸爸学做乌鱼子，后来结婚后将技术带来到北港老厝的小镇头，希望嘛会当有商业发展。云林县的人口一直都往外流，因为他们要谋生啊。我们很庆幸的说，我们有乌鱼子的传承，不用到外面讨价。为着要我侪民众会当看见云林在地人文故事，有县府举办公用频道影片精选。这部影片云林乌鱼子讨海人的嫁妆，以绘本的故事结合影像电影，为将近30件旗下冠军，得到奖金10万块。我自己很感动，觉得哇，就是一群人可以把一个产业带回家乡做，然后家里跟社区跟后代子孙都可以在附近，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做的。最主要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云林的各个面向，从产业、从生活，甚至到故事、人文的发展，介绍云林的风景各个方面，让更多民众看到云林。文管府表示，这届得奖的5部影片，除了记录乌鱼子产业传承，更考核新农社区服务员的故事，和云林布地戏等等，希望会当将云林在地产业
林真美和家乡美，透过影片推广云林的特色，带动云林的观光旅游，去将云林报道。观众朋友，这2天因为东北风影响，南北二路天气拢较凉冷，风后较透，尤其中南部早晚温度会差较济，北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这一个角头，拢会落短暂的阵雨。明仔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7度到21度，中部20度到25度，南部22度到28度，东部17度到25度，金马平湖15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